早晨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今日歡呼咗未呢？我哋一齊歡呼，為着主已經為我哋得勝咗，並且佢使我哋能夠同佢永遠聯合，我哋歡呼啊！佢嘅得勝就係為着能夠幫我哋永遠聯合啊！哈利路亞！而家我哋同主已經永成一靈，冇嘢能夠使我哋同基督嘅愛分開噶啦。亦都冇嘢咧能夠控告我哋噶啦，因為我哋已經冇晒罪，而且主嘅愛喺我哋裏面，我哋能夠靠住主誇勝，得勝有餘，整個萬有所有嘅嘢唔能夠敵擋我哋噶啦，唔能夠使我哋同主分開噶啦，係咪好值得歡呼咧？好想同大家唱一首詩歌。呢首詩歌咧喺神家詩歌嘅第11冊176，向萬有誇勝。我哋唱第3、第4節啦。哇，原來呢兩節嘅詩歌咧係余弟兄喺1965年嘅時候配落去噶。哇，我覺得真係好耐歷史啊！盼望我哋都一齊咧睇見主嘅勝利，原來係同我哋最有關係噶。好，我哋一齊唱呢首詩歌，向萬有誇勝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？難道是患難困苦，是逼迫飢餓麼？是赤身露體毛，是危險到劍幕，靠着愛我們的主，一切得勝有餘。主的愛比死更堅強，比火焰更加光耀，洪水不能熄滅，財寶不能預備，好讚美讚美我主，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權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現在的事，是將來的事，是高處是低處的，是必的受造物，都絕對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，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，這愛是在主裡的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呢想同大家讀嘅聖經係喺《使徒行傳》嘅第5章40、41兩節聖經。經文係：公會的人聽從了他，便叫使徒來，把他們打了，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，就把他們釋放了。他們離開公會，心裡歡喜，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。聖靈喺五旬節降臨之後呢，早期嘅教會，哇，好犀利啊，爆發咗極大嘅復興。使徒喺耶路撒冷大膽嘅傳講耶穌係基督，行神蹟奇事，好多人信主，帶嚟咗真實嘅復興。不過同時亦都帶嚟咗逼迫。咁樣嘅復興呢，觸動咗當時嗰啲宗教嘅領袖。公會嘅人好驚，公會包括咗嗰啲祭司長啊、法利賽人啊，同埋撒都該人。佢哋擔心
呢個所謂嘅新興嘅宗教係會動搖傳統嘅猶太教。撒都該人甚至想殺害啲使徒。呢個時候有一個極有智慧、有地位嘅拉比就出嚟勸佢哋唔好殺佢哋啊。公會就聽咗佢嘅意見，淨係叫啲使徒出嚟，然後打咗佢哋一餐，又好嚴厲咁樣吩咐佢哋唔好再奉耶穌嘅名講道，之後釋放佢哋。而呢度就提到嗰啲使徒俾公會嘅人鞭打威脅，不過使徒仍然係心裏歡喜，因為佢哋覺得自己能夠為呢個名受辱，即係為主耶穌嘅名受辱啊，覺得歡喜。嗱，你諗下當時嘅情景，啲使徒被公開羞辱啦，身體亦都受痛苦啦，甚至佢哋嘅聲名亦都俾人踐踏。喺離開公會嘅時候，身上可能仲帶住傷痕，可能仲係隱隱作痛添。但係佢哋唔係垂頭喪氣嘅，反而係心裏充滿喜樂。呢度講為主嘅名受辱啊，點解使徒覺得咁樣係值得歡喜呢？我相信有一個原因，因為呢度講佢話算係配為呢個名受辱。呢個名就係講到主耶穌基督嘅名，對佢哋嚟講，能夠為耶穌嘅名受苦，原來係一種極大嘅榮幸同埋恩典。其實主耶穌喺登山寶訓嘅時候已經清楚話俾我哋知道，喺馬太福音嘅第5章10至到12節啦，嗰度講到為義受逼迫嘅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係佢哋嘅。人若因我辱罵你們、逼迫你們、列做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，應當歡喜快樂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。弟兄姊妹，呢個實在係好特別。世界嘅人睇受苦係一種羞恥嚟噶，冇人中意噶。不過基督徒可以將佢睇成一種榮耀，因為我哋知道所受嘅苦，原來係同基督一齊受苦。所受嘅辱罵係因為嗰位愛我哋、為我哋捨命嘅主而有嘅。呢一切係天上原來要得着永遠嘅賞賜。所以嗰啲使徒即使係俾人打、俾人鬧、俾人笑，都覺得係小事，因為主耶穌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所流嘅血，豈唔係更加犀利咩？我哋所付出嘅根本真係微不足道，粉身碎骨亦都難以報答主嘅恩情，何況只係俾人笑下、打下、鬧下。為主受苦，唔單止唔係損失，反而係向主表達我哋嘅愛最真實嘅方式。你話幾咁幸福快樂呢？我哋稱為基督徒，基督徒呢個名最早出現就喺安提阿，意思就係屬於基督嘅人咁解。基督嘅人 Christian， 既然我哋被稱為基督徒，就應該活出同呢個名相稱嘅生命。我哋唔能夠讓主耶穌嘅名因為我哋而受到羞辱噶。今日我哋雖然唔一定會好似使徒咁樣俾公會嘅人鞭打，不過可能我哋喺返工嘅地方、屋企或者係學校、社會中，仍然係會因為耶穌嘅緣故面對各樣嘅壓力。譬如可能我哋為咗堅持真理會俾人嘲笑，又或者可能我哋要為咗保持我哋唔犯罪、保持我哋聖潔而俾人孤立，亦都可能我哋為咗傳福音俾人拒絕、俾人誤解。喺呢啲嘅時刻，我哋就要學習使徒佢哋嘅榜樣啦，唔好以受苦為恥啊，反以為榮，因為我哋係屬於基督嘅人。弟兄姊妹，當逼迫嚟到，我哋唔使驚噶，
將佢化為喜樂。如果下次你俾人誤會、俾人嘲笑，你就提醒下自己啦。哦，好嘢，我配為主嘅名受一啲啲嘅辱罵啦，將佢轉成咧向主獻上嘅感恩啦。並且有難處嚟嘅時候，我哋亦都可以咧時時想下主嘅恩典。主都為我哋釘十字架啦，我哋點能夠唔願意為佢付一啲嘅代價呢？咁樣係會幫助我哋咧有更大嘅愛，更加嘅忠誠。最後，其實我哋嘅品格、言語、行為都係可以榮耀主噶。最後，讓我哋咧喺難處中活出不一樣嘅生命啊！如果真係有逼迫嚟到咯，讓我哋嘅品格、言語、行為都可以榮耀到主，唔好使主嘅名受辱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係基督徒嚟噶，就應該同基督徒呢個名相稱。願我哋咧都好似早期嗰啲使徒一樣，即使面對難處，仍然係心裏歡喜，因為我哋竟然配為主嘅名受辱啊！願主祝福我哋啊！